这间新旧厝。阮买一间旧的厝，阮男朋友参我，伊负责改造隔间，亲像讲，甲灶骹改做困房，也我是负责拆掉旧的壁纸。前任厝主甲所有的壁和天棚拢搭壁纸，拆壁纸真费气，毋过嘛真好耍。我介意拆大大块，敢若拆日头晒伤的皮肤安尼。毋知你是毋是会像我安尼底耍？伫转去以前拆愈大块愈好。每个房间伫某一个壁角的壁纸下面，拢有一个人名和日期。我真好奇，有一暗，我 Google 其中一个人名，发现迄是失踪的人。失踪的日期拄好是壁纸下面的日期。隔日，我甲所有的人名和日期列做一个表，确实，每一个名拢是失踪的人，日期拢合。阮随去报警，因派一组刑警来。我听到其中有人讲，迄是人，啥是人？小姐，你为壁顶拆落来的物件放伫倒？你拆的这毋是壁纸，